而且我感觉他那些优惠信息是真的很多很乱，就连他支持的工作人员好像都搞不清楚。中午12点多了，汉堡王的生意那么淡了吗？这家汉堡王是我经常来的，但是感觉他们家人手不足的问题真的一直都得不到解决。每次来的时候总会遇到出餐很慢的情况，而且顾客也不多，出餐是真的慢，大概等了10几分钟才拿到这个餐。实话说，汉堡王给我的用餐体验不如麦当劳和肯德基。所有这些产品加起来一共花了40多块钱，这是已经用了优惠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性价比怎么样？按照惯例，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广告。峡谷开团，100%火烤牛肉饼，鲜嫩多汁，战力爆表 ，Q 弹劲道小龙虾，搭配醇厚地道的金花椒酱，金花椒风味小龙虾皇堡，英雄对味，爽辣开团，集结美味，到店品尝。青花椒小龙虾双层牛堡打开之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配一份小薯的话，优惠价29块钱，正价的话43块5。感觉汉堡王很多新品汉堡的定价都是虚高的。打开之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和肯德基的青花椒 Q 虾鸡腿堡不能说完全一样，但是就创意和想法来说，真的非常相似。能看到照片的食物还是有比较大差别的。不过这些都不太重要，只要它是好吃的就可以了。给的小龙虾虾仁加起来大概有6个吧，而我手上这一个已经是最大的了。能看到小龙虾的虾仁都是比较小的，小龙虾虾仁吃起来还是可以的，有点 Q 弹，有点甜。而牛肉饼的厚度大家能看到是比较薄的。另外加了2片芝士、生菜，还有青花椒酱，还加了一些沙拉酱。除此之外呢，没有了。吃起来青花椒酱的味道微麻微辣，它那种辣是鲜辣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搭配芝士的整体味道，我个人觉得挺香的。经过火烤的牛肉饼，在味道和香气方面真的有了很大的加持。不过实话说，它的小龙虾虾仁真的是聊胜于无。就这么搭配着吃的话，你几乎感觉不到小龙虾的存在。不知道是不是品控的问题，还是这家店的问题，给朋友们清楚的展示一下它的虾仁吧。名副其实的小龙虾虾仁看起来挺搞笑的。牛肉饼吃起来偏干偏柴，不过整体味道的搭配，我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它的青花椒酱我感觉比肯德基的要好吃一点。汉堡王的薯条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觉得做的挺好吃的。咱们再来试一下它这个新品桂花栗子酥皮派，价格的话好像是8块钱吧。现炸出来的，这形状看起来真像一个靠枕。吃起来外层的口感是有点酥的，但里面的口感呢有点韧，而且要吃到中间的部位才能吃到它的酱料。没怎么吃出栗子的味道，而且酱料的味道呢有点太甜了。吃这个新品的时候，让我想到了麦当劳这货。美美好小三角派吃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油腻，连它们的口感吃起来几乎都是一样的，也差不多要吃到中间部位才能吃到它的酱料。麦当劳这个新品，我愿称之为油霸王，真的巨油无比。这一杯爆汁3层气泡饮做的倒是挺不错的，我觉得挺好喝，甜度不会太甜，喝起来口感清爽，特别解腻。如果你抱着尝鲜的态度，它的新品汉堡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如果你追求实在的话，还是吃它之前那些经典汉堡吧。